朕就要亲征了，中爱卿还有何事要议？今日就都说完吧。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我们南下商队在晋阳关外遭到了劫杀。晋阳太守得知商队遇难后，便派了2000晋阳守军进入北漠境内，想要搜救商队失散人员。可没想到，达子发现了我们的军队，就在晋阳北70里与我们展开了激战。由于双方兵力悬殊，不要急，慢慢说。我军损失惨重，只剩下10余人。10余，卑职便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人。卑职接到命令，便快马加鞭给皇上报。我看看，快带下去。殊不可忍，只能这样。北漠达子欺人太甚，朕终于有了出兵的理由。事不宜迟，范大人，皇上，下头颅檄文，朕要踏平北漠。是皇上。什么？没看见我正在跳嗨版小小天鹅啊？您这哪是天鹅呀，是鸭子吧？嘿，皇上要去北漠亲征了，您不去送送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皇宫都知道了。这么快？齐生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生他凭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生他怎么能这么快就走？人家还没有享受个几天呢。齐生他不能这么不负责任。娘娘，齐生，你是应该舍不得皇上，可是赵王和景王那也出事儿了呀。北漠一事，你等心里都清楚了吧？达子欺人太甚，理当严惩不贷。是啊，一直说打不打的，这次也正好师出有名了。不过皇上是怎么想的？这次怎么把我给叫上了？朕要御驾亲征，想问问你们二人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能有什么看法呀？皇上的决定向来都是很难改变的。那好，朕要告诉你，朕不但要亲征，还有意让你们二人与朕一同北征。不知你们二人意下如何？能随皇上御驾亲征，是臣弟的荣耀。虽然不是什么好差事，不过也总比没事干强。我没有异议。娘娘，咱们在这能等着人吗？来了。鹏鹏，你力气为何如此之大？练的。练的。哦。说正经事儿，皇上急着召见你跟赵王，可有要紧的事要说。
皇上确定要御驾亲征了。这我知道。皇上命我和赵王一同前往。赵王他根本就……小点声，绿莲，一会儿回去再哭。先听九王把话说完啊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你父亲张放依旧戍守圣都，并未派去北征。齐胜定是担心你会联合张家的势力，趁北漠战乱起义，所以他把张家所有的兵力留在了圣都，让你失去所有的支持。事发突然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。鹏鹏，等我解决完所有的事情，再见你一面，可还方便？方便，我等你。娘娘，你说赵王他什么也不会，怎么能去打仗啊？我这还没成亲就要守活寡了。绿梨啊，你哭可以，别这么损人行吗？娘娘，奴婢真是想不明白，您说皇上北征就北征，带着我们赵王这个累赘做什么呀？哎，齐胜啊，是对这两个兄弟不放心啊。与其把他们留在圣都，不如带在身边看着呀。绿梨啊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准备？赵王要是敢在北漠找个野蛮女人，我就抓破他的脸。我不是说那个，齐胜这次带着他们两个出征啊，都不用亲自动手，仅是兵荒马乱就足以让他们朝不保夕了。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娘娘，皇上在圣都为您留下了自家人，看来他愿保的人只有您自己了。往好处想，齐胜是想给我身边留个可用之人，但是往坏处想，他这是要铲除我身边的势力啊，然后再将我和张家一举拿下。娘娘，那照您这么说，皇上是早就想好将咱们一网打尽了？是啊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老天爷怎么可能让我好过呢？从我刚当了女人第一天起，他就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，现在毁得我肠子都青了。我跟九王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CP 党，你说我怎么就偏偏中了齐胜的下怀呢？我发誓，我今后再也不会对齐胜有非分之想了。